吊起来。好，1、2、3。脚。好。安过过来。哎，好。好，有没？好。俩只就系台湾动作庙大脚铺图，又为龙岛的规模开始啊！看见风机炸面，就表示佢还蛮经过头事可以讲，还唔系贵，唔系新，还系一只长做好的高级人工店。慢讲。好。哦。还掠到高级，就会出伫了解师傅家木下。唔对啊，记到了只架错，竟然伫清朝就开始做高级两种手艺咧，都经传了5台人，超过2甲子的时间。记案咯，刘宪生。这位是新竹人挑牌高级最显的象征，信步最多19个19间的高级店。不过这下是剩2间，刘先生家族所经营的信步民俗手艺店。嗰啲铁腿已经做的东西啊，老咧下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啊。挑牌因做的东西啊，谁是强啊？台湾人是小小的人，大不了人家叫做5寸6寸的啦。都提爱个提3腿，爱把该手提3腿时间，人工是下抬的呀。抬出来抬实在是用因要求到3米过的。刚开始做个行，做一行生存的。生存的那些有做到奶雕、泥雕和泥塑，还有种的刺绣，做该的东西还用感人让身份的得啦。我哋家属人台家属，我家属咪当台家属呀。不过该的人咪冇办法生存，太出个知道了行咪生存得啦。还有到其他的咪各去做别行的条路。像我哋跨人就该经营，其他人就该做啲反正冇靠了行的。刘先生掠下当地的馆呢，是青叶板铺图为荣的高级，提窗往菩萨的臭气，身体的骨架好咧，掠下为了脚骨掉上去。其实高级掠下伫家木下是富人家的上色，和刘先生就从案发铺门上，拄到从提窗往菩萨，按因动手做。唔是做过的，佢就会拿下来，自家慢慢研究，天天做。其他厂头会做的，就会教本当日伫个做的加补养，老两个心口，本记得做的按因一片土能成因，一片做事。
总讲都市独练啊，天然家位就该苗独练，就该做放任退面就该出生的不怕太细，天然啊，往啊咪淡面去。俺到60岁就为第一那是天然去苗独练就该做哩，特别做该放心莫可能，特别拖该足个用该纸啊，用该棉纸打熟啊。俺俩下用玻璃纸啊，工业的废料，用玻璃纸好啊。假如来咱苗是有高雄是高雄来啊，高雄起山、闽南、杉林、甲县、高树、内部、完蛋、林乐，是路街大路街啊。俺民国34年出世啊，从俺改良区就退班就到小强因就铁路做嘞啊，是更爱个改台因就冇啊，叫做天然因。是老因博士啊，太咪老爱北学啊，开人啊，俺天也是老因学长车人啊，第三咪学长车啊，第四个学地铁啊，俺是拄甲下就铁路嘞，拄俺啊，俺是天然去做啊，搭就做了下。因为俺朋友就是他的亲戚。俺去填份嘛，俺是比强啊。俺就是看相片嘛，然后他就跟他的那个亲戚讲啊，从他同事啊讲，对的，就这样子啊。这边中奖啊？冇啦，麻将，刚开始很后生呢，然后他就只在给参，俺娘被耐心感动到了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我2个差11岁呢。身体做好咧，过来玩过跳拿。因为了只初期新手系提前摆做，所以跳拿摸木刘先生为一片款土，一片上年运用慢做。快木落去台车架就袂做啦，摸木是点因做啦。以前就摸因田啊，个也摸量啊，因为人用夹田啊，伊夹是用塔啊夹啊。快木的时间啊，快木伊等夹了。1礼拜啊，做好个嘢打台嘛，打台用个普通啊，出个偏叶子啊，打台讲过个要识的啊，某一单做工袂偏啊，要空啊，你用先打台打先身体保湿人过个设计啊。高级虽然系手工细，不过刘翁因还系天然石台。紧直个进步，所以从创头外做的福宝斯的跳拿，记得就会用木来高级，固定嘅跳下洗澡。和市面的面行呢，记得还会用最科技的方式，直接开面好嘅木本机床去输出来量产，转到工厂增强师傅上色废材。不过伫头摆，记得有咩系爱用木。来慢慢高级。第1998年，刘先生过台流去了后，才开始改变。前19年前，刚开始过去台流、金商卖材料，天然人我是去到个纸面积场，看台流人的哟，台流人的面积做到按规模按台，基本上伊同样手工做啊，还有一个摸索拍到，差不多一件机器做啊。又见机器做，下爱看机按机器做，伊嘛技术落去卖啊，卖计工钱就顶时价，是到你冇办法嘞啊，还有就叫那个来做，啊就退班因为应该合作个纸浆厂做啊，这个方法是一样，这个伊改啊，天然啲石头原料就来改啦，按开用还有研发，看个陶瓷厂。看记得他块的木按用立体的木按块，啊专门去甲研发，即使用石膏的块的木啊，啊下向是个树枝厂，看记用树枝块的木，和下向用石膏厂的技术和那个树枝厂的技术是一样的。那个咧，俺哋纸浆咧，平常用机按用的技术，来做个立体的，即使用奶去绕嘛。俺也是用纸去做。
班来有个东西啊，那还有张出片的啊，那还有一张见到这个跟进化那呀，一个进化论啊，一车前一般上路用一种方法，不然有个纱布用车นั้น理一干哈，几十分钟就等啊，也唔是啊。哦，安尼喏。也不是啊，你怎么想办法克服它？就伫刘先生当伫喷漆的时节，佢的两届来儿突然几届师傅未当伫个准备，等家下会出发去搭的牌了。两届系去西下来刘邦年，两届系去台来刘伯志，两下工厂都正经的跳价。虽然半年前曾为到将工厂木档冇拄好对团脚。不过，还系拜年脚，突然师傅出门去做事。各种呢，其实无下天做啊。各工边呀，如很难做，希望上图太好，那个唔是图的啦，图啊，你那摆专里面做，其实摩托啊，各种各工边啊，跟摩托咧，摩托其实就好啦，刚刚先嚟做边啊，做专里上嚟解。提早入伍啊，很年轻当头上的腿呢，转到一些本来想要做皮的些啊，实在讲又想要做皮的些，我家副家当赚钱啦，应该80人年到90人年吼当赚钱，当赚钱啊，出去做爱2万人样啊，算嘞，加万人样都唔係2万人吼，那子啊豆腐家人做啊，家子做。做也唔記得是20年嘞。你还记得当地个搭的，系冠军保障奖大脚的容牌了。还记得每年的安年，农历青叶办的中元节日率，记得就开始无限下年节，当到庙为大脚的上色。其实刘福的民俗寿义，就咧讲系天然土教的三大台节，上年、中年、到下年，连3年节伫个行的。还连3年节，就3管台地、天管、地管、到水管，连3个台地上年。和土教地都讲。天管舒服，地管洒吹，水管解压。所以每年设计到农历10月办的下年节，主管解压的水管台地上日，台湾大部分的庙就会先伫了只时节打脚，意思就会自身来消灾祈福。和流牧就专门为了打脚的庙来搭脚摊、搭牌楼、捞枸杞。吉南部系虎口3年奖大脚最美日暗，所以伫临暗前，原本进修伫庙前门的台师啊，本因抢出位，
准备为铺图嘞。伫台湾的中间用的是观音台词，无讲着观音台词，观音去台词法籍台词，因为个规中间台湾音中间音因为有字典当到少的金菊啦、吹波啦、食物啦、五赏啦、施舍嘛，普及众生嘛，有的话有强势让人妙，鬼没有要强势到弱势，所以讲去观音用降落来鸟的人，全部来些，其实法一只太大创意金刚。是自家按照创意的金刚，金刚去发落个恶面、照面、尿尿啦，无效果啦。哦，按尿尿啊。恶啊，照面太死，管理个就凶心恶煞，太切个摆点个平均了亮，莫讲太家有的伊莫亮多，有的伊莫强多。咁啊，大家观音系表示念啊。观音台词，观音台词。哦，这是业法性。虽然台词啊是观音的法性，不过佢嘅生命是短短，伫留物做好，转因送过来。伫大家嘅听语可以讲，真少伫庙嘅进门。伫普渡今日出位，管理现场嘅股份拉贵。肯定普渡日说，佢哋眼见短短几年的任务，到生命咪同时结束咧。的话，民进党都会以平常心来看待。那在整个事情协商过程中，农历新年嘅初。国家改良日就正月办的元宵节，同时每双年节天干台地的生日，因为天干主管舒服，所以民间伫两日点灯庆祝，发展到紧就变做点化灯。另外，因为头摆的新妇伫正月20的天初日，还有养化灯的风俗，所以每年一到了时间，伫了归工厂就开始冒汗做化灯。等我讲做水果的记录啊，12米果啊，葱啊，32米啊，喷啊，个黄啊，喷啊嘛有6米啊，而且我台只来发电嘛，全部会独接啦，冇独接冇办法来做，有个困难啊，还有重组，做好咧有限重组，还袂变形，骨力架做好咧，过好咧，还来做火，还来做起天，还袂故障。许多现场还要做主过，重复的啦，冇简单啦，没有看到当简单，完全一点都冇简单。其实除了木下老工厂，刘先生记得梁子啊，平常时还有南湾只地方为故，解除係記得木下碰順嘅光火宮，因為記得梁子啊，一屆係光火宮嘅主持，一屆係公幹主任，係因為到年下咧。所以就突然工厂的師傅來為廟抬餅數。我哋光火宮係愛做主持，因為前任嘅主持係愛抬下個，佢主持40年，做到每到時一隻廟做到沒落去。我哋管理3年人嘅，愛小心同路人打講，嗰隻人係愛反對派，佢講啊，愛談到啦，就叫安怎？遐個光火宮已經變拍是苗行人嘅，而家夏天雨天用行人嘅。今晡日係新年夜辦，造成光火宮期盼發揮，劉先生梁子啊，肯定工廠無限。所以叫晡陽過來停手，肯定工廠改編，今晡日完全為了貴族的起碼關公諸侯，我飼到上到了隻轉盤來飼定。呢啲啊，全台灣
可能迁到天意间安泰工厂来做发电嘞。汉了间工厂就20年前刘先生一家买地日收稀来的，稀来冇2年，太来就退转来做，开始慢慢接手。到今算是完全到本太来是经营嘞。不过40年前，伊咪马介冇。完全係佢老家本養兩沙拍手作五，娘娘安因變出來嘅。我17歲到我爸田做，31歲結婚1年嘅啊，所以12年半我本養係叫嘅啊，我個本啊，本體是乜嚟麼啊？本體係電腦動下，加裝嘅本體。冇供應就供應的呀，俺干啥子？我電腦動下樣有些啊，青嘢樣有些啊，唔是講那我下做完東西做假新嘢啦，冇拿錢啦，冇唔是本錢啦。我講18歲天咯，佢31歲結婚嘞，32歲結婚啦，哎。我講我不卡子安哭嘞，忙的，因為我是長女嘛哈，家過來那邊有安哭，講到伊個攤嘛個東西，走輪胎全請好用哈，結果哎呦，原來什麼都沒有，來，原來也是一樣，什麼都沒有呢，我嫁來也是從零開始啊。劉先生嘅聲音唔是伫我輩做過事。不過，伫32歲搬家以前，伊咪唔是為自家做，咪聽人阿爸做高級了交攤，卻讓二哥停手做茶林呢。結果搬家什麼解冇搬到，好在佢有一張貴家屋無人曉得嘅才能，解就接勢，搬嘅人生一下就起航起來咧。後來是自家接勢，我是等人愛接勢啊。哦，囝爸老囝哥咪，你是接勢？係啊，我哥寫是人學回來，唔是出於我會教。我爸寫是出於我會苗那寫。我就是接勢人啊。剛才我還很小，什麼以前我婆婆都講過啊，你吐個誰人了嘞？說我是小孩子，我是娘也很做啊。我就是認真做，你叫我做什麼，我乜個我唔啲嘛。哦，你向我做嘛，我就做。我是家哥，伊家哥是天意的，我是做輪胎的。其實講，我本體會做開始啦。冇落去個做零個田做，我會做開始啦。到時你出去接勢啦，啊，其實講你出去了啦，接勢下巴接到有勢是當好，10年啊，冇停袂到啊，所以佢因為到我出去了。你下人啲講，假如去接勢，你下人係嚟業務啦。哦，我再下。好，下。哦。应该是这样吧。那个已经卡到了吧？第2层的已经卡到了，这层卡到就是颠倒边了，还是的。这是就像你早上这样子倒插它了，你没有错。降低。可能咪撞窗，咪撞窗，咪撞窗。而家見兩個，家見咪撞窗。你強窗不能熱。我家做的，哎呀，落雪按甩做的，不能熱。最安全就是加下去，上前后焊，最安全。不要，上面焊就下面不要焊，不必了。唔會偏啦，我做免人生卸火大焊那个补。是的，最標準就你要再焊對，要測一個洞。美啊，唔死啊！小孩講係老啦，點解要改？那你這個馬上面不會固定哦。不固定啊？為什麼不固定？怕這那一支管會轉哦。這支自轉，我就跟你講說，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，這個你再燒一個上來10公分，燒10公分的時候，我們綁掉，這不是下來10公分，
下10公分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珐琅片？啊，这个螺帽已经卡在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珐琅片，你在下面再下个珐琅片对接，你总会跑。哦，那又把它，你总会跑呢，你干嘛还要钻洞呢？干嘛要那么大工程呢？那就是直接把它。就安因两个挑架甲技界师傅，睇这个强下相处则最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我补条够。然后下。要钱。有。最尾总算老俩嘅厝屋就爽去咧。难怪刘先生会讲起了的上色，系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一点都冇简单。这样就有证了啦。这样才有，你才可以做别的事。跳完俺生意呢吼，俺长教了个按多年有啊，还很辛苦。刚刚从俺保质出世有啊，还是当俺妈妈图。因为刚俺母父后代，母父后代有啊哈，俺两公婆有啊，跳完俺都有做个翻新轮胎嘛，个机器啊是漂个改了啊，漂个改了，人的改了啊，来表。俺两公婆是都个都会算，这样睡那里睡2年。弄吹过，那蚊子一手一抓就是一把。咁我在咱睇下半夏天，我提示下各位做人爱强壮的啊，叫做冇出现接射啊，叫做电影上门的强机啊，等我亮到台马片做唔起咧，佢还冇下网有单啊，你做唔得接本机啊，接本机那些，佢讲我3万元接未叫我5万啦，我5万元接叫我8万啦，叫我做唔出人向我啊。我是66年结婚，67年刚刚保质出世的呀，用俺妈妈个图嘛，俺是两公婆亲的，去学都摆去海的高台时呀，自然我都摆困在俺去，因为我坐车会晕车啊，他骑摩托车我很喜欢。哦，去那个，几龙年了。几年了？我们吃多少苦，他就吃多少苦啊。一天的啊，你很辛苦，基本很辛苦啊。从那个动走啊哈，动3万走，那时候刚好我开始学有一点皮毛了哈，那从个青年啊，做些去个北部作用的啊，转来啊，两公婆当甜嘛是水木啊，个梦想店单是讲个介了解吼，梦想店呢好得个屁。梦想店呢，扫毒嘞呢，扫毒屁嘞啊，就想给刚刚都山有卖水木呢，很累了，眼睛睁不开了，长水木，都一想呀，使到红来做事哦，红来做事嘞，冇乜个事件啊，俺只红来又做事，红起来哎哦，个屁股梦想扫毒嘞，冇吵，个吵来天啊，都梦想扫毒嘞，吵变嘞呢。对吧？莫广场啊，那个什么晚上5点下班，这样子没有。做，我是到搬来这里住82年啦，我人开始冇做夜工啊，家己了啊，家己啊，都搬上来，我就讲我冇做夜工的啊，我讲我很辛苦啊，太累了，也你夫妻个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哈，不要再这么辛苦了。我提示下哥，你80岁了，你当我田做么？咋做的？我传媒一些，我冇人做呢，我是功夫朋友，我传媒一些。冇你2些，我同田做的么？看你贡献啊，咋做的？不你本来应该有，俺用做的，俺用做的，舍不当不下嘛。我这经验啊，恐怖，我来讲，唔玩做的做事，放下去。这些都是我们的以前的基本工人呐，那为什么你不养他？比如说包一点给他们，他们也能够生活。
观念呐，是完全是观念问题了。特别唔平咯，啊，有个打错对了。今仔日咪全部功夫教本爱个心口啊，啊完全冇做个高个级，全部爱个心口做，爱不要弄个两只心口做啊。那我也舍不掉，我也不要，我一定要自己做。那你就死路一条了，走入死胡同了。年30岁的造型，规工厂的人全转去5年嘞。就像刘伯基突然个工作上继续并两只天窗人为用的发电，佢完全基本日除了2只发电的国家熬下来。民国77年的时候，在那个台北国父纪念馆，那时候做花灯，那个全台湾没有人做，就那张相片。对，没有人做，我们算很早，77年就开始在台北做了，做到现在。那12年前，他在走猴年花灯，是在那个新竹城隍庙。那12年前哦。其实刘伯基佢唔错时间嘞，因为该下起先系民国72年的元宵节。特别是第一摆举办发电游行，和事业让西浦某几年的刘先生第一摆做发电，就得到第1名。到73年，佢就继续做了其他的发电厂。后来因为做发电会卡到佢大脚的上市，就冇过做嘞。日期到民国93年，就开始做新竹3方庙的发电动建。不过讲到发电，伫新竹最神奇的，还是藏年仪式的新埔发电娘天船。我想在新埔这是个大活动啊，应该是1年1度里面应该是最大型的活动。我们上个礼拜天已经由明华园来给我们点开这个拉开序幕啊。那27号就是压轴的啊，就是花灯迎天川，也希望能够延续我们新埔半个世纪的以前的一个光彩啊，希望继续能传承下去。这个是我们新埔镇的大事啊，我们这一代，我们这一群人啊，真的要好好传承下去。众多年前是人见人也紧上讲特别迄啲新埔的发电按有名，按签签因为2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民间实在是苦累啦。很有盼，佢紧盼就紧萎缩啦，一天就天40万年嘞。200年个下，一條記者朋友出招咧，甲我講，你落去舊區咧，講用朋友，而拜訪楊政府本來你嘅答覆是講冇錢，冇經費，係請議員講冇錢，冇辦法，而請咩啲政工所咪講冇經費，冇辦法，還有去就咧請天公媽祖廟，一口就起錢，叫我們搞唔起冇搞，下後冇辦法，結果就請廣播局嘅董事長判定講，我暫時你失敗，還有只請到議員林保羅，伊講好，你會搞我暫時失敗。我是講我發現人自己啦，有7屆發現人，我講好，既然你拿出10萬，我未出10萬，我是30萬。我只林俊陽嘅，佢未發現人，佢做路主嘅發現人，佢就出6萬蚊，還是36萬蚊為本錢啦。還有經濟聽通，發現到民間大人在這10屆。12屆人講外交，嘛你天通來，佢上面佛山跑發揚，佢民間現在既然咧用戶嘅呢個佛，佢還有人去抽，去其他公廟，去其他人民廟
好我参加，是3成功我参加，还有观音庙，很多安多人民间人反映安吉列，大藏庙的通语的是比天宫妈祖庙反对，后人呢30人只团体参加，前年68只的社团参加，很安吉列啊，天公所啦很多的人情服啦很多的，都提上面。啊，其實按民間按吉利按嘅咧，日本就不收利咧，幾個吧？新武娘法典掠下所地嘅，最早喺昭和5年。1936年就有咧，當時嘅法典唔但槍係全盛期嘅，還為本改頭老改尾，兩片用法典電籠老萬人嘅四隊調來調去，冇調人就唔會衰，所以就按落調法典，係當到新埔老人家世界下最盛期嘅會議。你係對哦，呢個東西係新埔人嘅信念嘅，你明係信念。你對麼？我70年辦那些像30人只團體，你對麼？你看到嗰東西嘅場面，佢都係70、80歲人就種得下來，就養妹下來，佢看目睭見了，街度都係老人看到兩公婆在講，佢目睭見了咧，叫我按多歲肯看嚟到法典。你要麼嚟講啊，要麼係冇啊，我一個跳2年咧，辦2年，我聊咗300人。啊，街道人唔知嘅人講一個傳史啊，有時係一啲新埔人係欣賞，我廿多歲，我廿生快樂廿古，啲咧唔係當傳統到錢，我恁咧做得多，為咗地方，呢個事情我繼續咁嚟做到一啲乃唔好為止啊，冇能力為止啊，一啲是做點火嘅人添啊，本來會跑法嘅，一啲都去導引出來，導引。發起來，來同佢來辛亥革命，我們就開第一槍。你下邊咧係六屋或魚蛋糕用嘅做嘅，兩種做嘅按落苗米做。和除了蛋糕，其他會用到嘅做嘅，劉先生就會直接到竹廠去賣。賣做緊嗎？會啊，現在正在看。哎呀，人家燈會喺度要做嗎？要啊，呢邊有啲嘛？係啊，啱強啊，做嘅鮮咧，人哋咩你雷公話嘅老家竹廠有做。啲就是唔強，係出車唔強。出車已經強。唔會做嘅，有做係咩？我們啲做乜嘅乜就做咧。劉先生今年72歲，不過就像當到做慣老人家窮人，佢退休咧實行唔下來，所以轉到屋下，一看到又開始發兩條兩妹。你老咧是有老嘅跳舞嘅。動火啊，連發，跳擺是為錢啊，個錢又啊，你摸布啊，摸工廠體啊，我邊那當做嗰邊對住啊，我講開始家將門票嘅，跳擺後生，錢都你想嚟做，冇辦法做，因為你有賺錢，生存，而家俺以前講過到咧賺錢咧生活。我想做嘛就做嘛，我哋全都嘅當台只係面積啊，上面做一排啊，當咱用，用一般手片摸。佢規身嘢都安然，頭腦總係啲個相去相傳，我慢慢開發新嘅產品、新嘅市場。雖然佢哋下體力冇咧。當到時咪耐唔好咧，不過貴工廠還係要到時，到見司機就耐好，解除係破種咩咯。
9到10冇過，對，洗澡。今晡日係農曆嘅正月初7，鬼門開咧。過假早禮拜就係正月辦嘅中元節，主管撒出嘅提管大地嘅生日。所以台灣民間喺呢段時間就會為正月嘅股份熱鬼來期盼中元普渡。唔是講，當然未了亡人最無限嘅時間，從吉南部就係突然吳福強起電告。快啲！起電告嘅用意，就係為照顧天地嘅生命，撈西方嘅鬼，講了為開始打醮咧，歡迎各類參加嘅意思。不過等到見到老哋3支電告起好，就個辦熱咧。喺天公嘅早晨8點半，見到又會變過來搭醮攤。喺對劉鳳英來講，今年普渡最大棒嘅盛事，就係農曆正月14，喺金山、萬華、南崁、到台南嘅4間廟同時嘅繞境咧。因為見到日擺就係出27台嘅水電派叉，所以前一日就係撈所有嘅水電派先送價好。台灣嘅要求，公廟要求外台有外台，外廠有外廠。台灣人200隻電，下鄉人講外120隻電，下鄉人講外160隻電，後面有180隻電，和200電、220電，左台就行得咧，人家見都見台，見都見廠，結果台灣有人兒來講。還有做唔得，見到見台見廠，見廠就用竹子冇人廠啊，又冇人執啊，結果用鐵的，鐵的人就講唔樣啦，後尾設計個油壓的，用油壓叉仔用卡起來啊。3年，一條水電派就日推，使到吳福強頭前對市民300打機炮。了後就出發去大閘莊頭繞境，還有병水電咧。過來劉寶志到劉邦年兩兄弟就讓被轉到新埔來準備小熱點心。我讀淡江財經系。真的？對，可是讀書的時候自己不努力啊。畢業的時候沒有幾張證照，然後找工作不是很好找，我只能做保險。做保險那個，做保險他的薪水收入就是看你的那個，就看你的成交的單嘛。對啊。對啊，那又不是每天在過年，對不對？所以業績不是很好，就自然而然被保險業淘汰了。對，而且又遇到2008金融海嘯，對，然後後來就毅然決然就回來做。家裡的工作很累，可是就是踏實啊，一步一腳印，做多少就賺多少，就這樣。對。你根本回來了。我回來了。回來了，你要拍嗎？10點空，最先轉來嘅係兩腿掉落機站嘅台火車。因為見到今晡日總共同然27台嘅火車來機站在水電派，
还因为地图有七台是让业用的大火车，所以今年补却升到几条水电派下架。安因暂末误导，几条烧造先继续走差。不过师傅全忙转来，人手唔拿，俩两兄弟上会夹没模法。你们七台一起走最好，反正就你们七台先处理嘛。哎呀，你们弄好就一起走。小一点空，大部分车老师傅转来咧，虽然没办拉咧，不过规间工厂还能养比就闹热起来。农历清嘅19下晝，11支水電派車派伫新埔移民廟頭前，3點熱度來到水電派車，就聽人用水電嘅吹雨，使到碰水嘅播種台橋派好。3年橋下風扇行就開始用水電。簡單講，因為移民廟稍早就鋪土咧。他為到會造牆西方嘅鬼來參加祭典，向龍普土，所以伫前幾日就先變出水電來搶水界鬼過來，過了水電派長高高，安因搶6體嘅鬼過來，因為大家相信水電派體有熱狗，做在造牆度嘅鬼就熱到。像我爱输啊，当可能2毛幾多都揾錢本咗啊。你也看这发。嘿，不同一个人画的，里面的画的不一样。你再洗出，安发。嘿，佢洗出就找條樹做呀。哦，那是《封神演義》連環圖。我呢種嘅書啊，嗬，日本人拉學成英拉學校開始讀小學嗰個拉學校，結果幫喺對面嘅做廟師傅跳戲，穿到日本啊，全部俾人打落嘅事。攞竹穿下來尺寸圖啊。你盲人做。那個上台音，上兩台音，我累積下來的。這個累積下來字體啊，說明啊。八仙。你係發電？發電弄誒。哦，發電弄誒。誒。我今日睇版你都祖先自家發嘅。係啊係，祖先發。呢度我把發，一度睇一度就冇把發到。小人畫條白穿下來，因為泰國穿過來台灣嚟啦。啊，咁叫嘅啦。係啦，泰國穿過來台灣一下就，基本當出嚟台灣是穿體頭是冇咧啊。咁講喺度生意溜到基本啊，溜到基本，我要日本嘅《封神演義》，劉先生所保存嘅呢條老樹，最早嘅係家題傳下來嘅。所以做得前面，見到兩隻家畜做高治兩行，最少要5台人。呢啲啊，雖然佢係見頭8年家畜8公年歷史嘅傳統，不過其實完全唔會本呢條傳統讀死死。所以佢見了下所做嘅，做嚟講，老頭擺嘅老祖完全冇窮人。看佢了下做嘅太實啊，老家把所做嘅爭幾多就啲咧。
农历新年仪式，新妇移民庙大教，最每日暗10点半，普渡结束。太师啊，不免办到后山法庭。对普通人士来讲，安尼就代表功德圆满；不过对刘邦人来讲，安尼的圆满是记得五台人，让记得贵神人伫幕后高级搭脚摊，安尼坚持下来的。不过因为了在时代的变化，食材冲击，极度连流行性安尼有历史有工厂，还未听人时代这个行的人，下巴。咪會聽唔到。我今年我今年公元73嘛，我嗰陣時係台灣起步嘅時節，最好做嘅時節。你下台灣係下沉嘅時節，最困難嘅時節。我上台已經有困難嘅時節，物資缺乏嘅時節，係我係最好做嘅，我嗰團隊好做。你下有按唔好，人口有下降。有老化，消費人群越來越少，你下難做，你下人生活下困難，差唔多這樣。佢是接單20年的嘛，20公年的，佢人要求嘅東西，讓我特別嘅東西冇咁用，假如係團契嘅，那你想嘅冇咁用。你下來嘅想法吼，有到意見是挺好，不過吼，有的時間呢比較不合時宜啦。有乜個不合時宜呢？人家銀行每天人嘅東西啊，你來做到哎樣嘅，你那聽5萬嘅東西，佢來做10多萬嘅東西，我做唔得啦，我很多員工要養活啊。現在這個時局不是說每想要講出來創業時節啦。我講出來創業，其實啊，變東變西哦，你那起我那哎，好像還不錯啊。可是現在這個社會不允許這樣子啊，沒有辦法讓你去發揮啊。歹了拆好咧，對了從大橋上社來講，安然就算圓滿結束咧。不過對劉邦人來講，雖然佢哋上社做得做到圓滿。不過面對未來，佢哋家族嘅兩張穿了800年嘅行業，做得繼續圓滿下去冇，該就冇人知咧。我坦白講冇幾樂觀，我坦白講冇幾樂觀，我做一步行一步啊，團有幾多做幾多，唔好提供咩啊，壽終正寢也沒關係啊。說真的，這個行業真的很辛苦，看不到未來啊。我就為了生存來做下嘢啊，冇嘛保留啲技術，政府就冇講你樣板你ran求嘅啲啲民間人樣板人保護啲技術，佢完全冇啊。反正政府係一樣就是不能吃剩吃滅嘛。我係承認你做得定就做唔定就輸咧。那個但不變成講，台灣100間店，台灣有100間，我們要去到30間，我們要去到20間。會見到見少，見到見少。